会很简单，我嘛上爱干修道修仙，办道成仙，不过要先不先啊，对了，这样子就这个先，所以呢，一定要做先先来讲到这个，咱后天呢，就讲这个色不空对，色不空对，卖出这个就是讲环境活都会当了解上，会当来欣赏，因为咱人来生世间，时间这个是，但是这个搞也是我进入到这个节目我所以分析咱在这个前面，卖搞烦恼，这个卖搞烦恼，我烦恼就变成这样，你搞烦恼是一个人在讲我呢，我常常跟你讲我，只要你病，但是你病呢，咱的囝，咱的媳妇，咱的祖母囝，较有效嘛，我讲爸爸妈妈，我家己这病嘛，烦恼你家己讲，生活嘛你，但是呢，一做生活必然是做上天，因为功德大嘛，无功无德，就我就不真，所以我讲原来在做出现时间的过，你知道，你知道，你将面对的人，所以人后悔，当我伤心，无啥会世间这方面，要等你啦，然后来陪他，然后给你困难的啦，困嘛未等你。可嘛袂得真正，所以看下佢心就先控配有人生到这世间快的过，安尼咱就其实咱的人生其实就是这样，咁就咱在做人生，为咱的病来做嘢，来打拼，做大小，做嘅叫人之外，来大家宣传。空间呢？你慢慢讲做咧，可能空间，呢个是空间啦，就即刻钱啊，哪个钱人呢？要做年做书有钱无啦，放屁啊！你可以整，你就个人钱啊，我老母做所谓的啦，伊都冇钱嘛，未查得过尔嘛，你来讲我后边在讲这总结的问题你若讲了我讲这总结的问题，你冇钱啊，放屁啊！伊拍高的说，伊唔是拢歹事因为领导给你做官，就这样话。唔过呢，你讲出来拢物件拢是真理啊，这嘛是上天的用意啊，互伊的上互咱才是去问我。你唔是唔捌伊就袂先好先菩萨呢？你唔捌伊会当借根烟呢？会当做做书呢？所以咱唔发现的家己。人讲我是一个普通人呢，我敢会升佛，我敢会升菩萨，你唔看见个你爱家己，有纯洁，因是正方是爱干为心，干为干好，顺好一点，不好一点，有一样这就是是嘛是人，我嘛是人，我人怎样做，我好难看，爱一款种心情，这款心人真的在你的心变出来。对，就是咱这个心，所以呢，修道是天大的境界，能教会事情。做大人，做这个人，三万的空间，上天忽然之间在在人间造物，咱就经历面对方等呀，是靠咱这前人讲，大家为咱前人打拼，因为当经历用办作啊。袂当时时即个人关心，咱们就要大家关心，咱大家关心咱家己。别管咱就成功。人讲咱爸爸妈妈就讲我人买呢就成功，别管啦。咱家己关心咱家己。咱的父母我见咱后日才有功德，要不然你去做是功德，咱讲
先讲100万哦，先讲10万哦。哦，然后现在咱在这，你这路面在来谈好几个员工，哦，这一定是这样。所以咱一定来看咱们来哦，自尊心摇出来。我嘛是大个月来做事的，哦，我嘛是阿母来叫，我嘛是西方来，我是直接做只做会了，唔当等尔，我这个机会我就拿来讲。所以道天公道道人，啊，道救人，这就是咱一般的这修行的这着重点所在。哦，你莫甲讲我是善良人，我唔钱我好讲，唔免。你10个、12个大家一个，你真系了讲听，讲听听了久，你就了解。你若是我头在讲，我就来听，我来遮可能10多万尔，来对论语家，对论语讲起讲了讲中庸，啊，我坐咧讲这物件，来遮讲10万尔，就经理安尼出少年变少年，啊，讲甲伊安尼先要考中等去啦，啊，可以讲等于佫不然，啊，我就慢慢讲，一本大经安尼讲，我就说家己咧就讲，啊，我讲遐久啊，唔知对咱大家开始啊，所以讲来讲到讲。真感谢大家，哦，这个所在来安尼行，大家成绩成绩，大家直接必上游的感谢，感谢这个谢谢。感谢现场支持的全大一公，公大一公，第三项115前3公里前到一公，大一公，3一公，感谢现场支持的一公，公大一公，大一公，3一公，感谢现场支持的一公，第下项115前3公里前到一公，大一公，3一公。1前1公，1前1公，公道1公，再1公，3公，1前1公，1前1公。他们刚好先写完了。